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GK 動漫。今日要同大家講氣候變化問題。全球氣候都正在以前所未有嘅速度同埋破壞力席捲而來。從南亞大陸嘅致命熱浪，印度極端高溫，單日恐致3400人死亡。2026年5月底至6月初，印度嘅極端高溫持續創新高。據印度氣象局發布嘅監測資料，印度北部與中部平原地區最高氣溫連日突破攝氏45度以上。多地官方向民眾發布最嚴重嘅高溫預警。極端高溫比我們想象中更致命。整個印度熱浪如今不再只是高溫本身，而是高溫與濕度結合，對人體造成更大嘅壓力。官方統計中暑死亡人數不多，因高溫而誘發嘅心血管疾病、慢性病惡化或器官衰竭死亡嘅案例為數不少。根據國際能源署統計，截至2024年，人口超過14億嘅印度，全國僅擁有約9400萬部空調，普及率不足10%。印度平均每個月停電高達10幾次，各地醫院大量湧入脫水，嚴重中暑、急性腎衰竭，患者成了這場氣候浩劫中嘅犧牲品。在全球氣候變化下，印度高溫只是其中一個國家，好多國家地方亦有暖化現象。而香港天氣亦不穩定，夏天亦有高溫現象。點樣預防中暑？要避開猛烈嘅陽光，補充水分同埋電解質，保持環境通風，避免飲用利尿嘅飲品，如濃茶、咖啡、含有酒精嘅飲品，以免加速體內水分流失。選擇淺色、寬鬆、輕便、透氣嘅棉質或排汗衣服。多食含水分高嘅蔬果，不過如糖分太高嘅生果就要自己考量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請大家俾個 like 同訂閱，多謝大家。